2月1明年开始就爱做一档的兵，国防部是捌强调讲，这阿兵哥主要拢互派去守备部队。也毋过有媒体今仔报道讲，因为骹手无够，有的阿兵哥嘛是有可能会互派去主战部队哦。也毋过国防部是否认讲这毋是事实，嘛强调讲未来阿兵哥主要拢派去守备部队，除非讲是志愿选择到主战部队去服务。展开内政部疫情司网下112年分阶段4个月双臂兵役军事训练已经开始申请，到11月15下晡5点为止，要予83到93年次读专科以上在学查甫学生，应利用休假提早完成兵役义务，毕业了后等就业或者是继续去读册。不过，根据113年度国防预算书显示，每年士官兵会减少5142人，传出三军主战兵力变现比不到8成。原本主要编伫守备部队的1年义务役，可能分发到主战部队。国防局势紧张就会有刚刚你讲的这种状况如果是稳定那这个义务役当然是做比较备用的部队嘛。紧急动员的时候，会把新退伍的职业军人，也就是志愿役，来编实动员，补足这个编宪兵不足的部分所以并不会有说拿义务役役男去当主战部队，去补实所谓的志愿役的编制。明年1年期义务役役男是以分发本外岛以及中枢防卫等等类型的守备部队为主。那么役男可以按照民间的专长来参加遴选，或者是依他的志愿选择到主战部队服役。学者苏浩宏分析，现代武器设备精密，讲求是操作细节，大部分需要长时间来训练。一年义务役不一定能负担，不过就算义务役被分发到战斗部队，也要看部队性质甲专业要求度。比如飞弹部队应该以志愿役为主。这个精密武器的操作，另外他们这些部队呢，可能随时24小时要维持战备的，记忆的这些专精度就会非常高，那可能就比较不适合由这个役期比较短的这个义务役来负责。前空军副司令张元廷表示，义务役可能会分发到主战部队，主要就是因为志愿役人数减少，因为在海局势紧张，加强国防时阵建议爱强化个人侵防加志愿役待遇。呼吁国防部爱较早规划运用义务役纳入战斗部队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